我们的华语礼拜即将开始，我们请将我们的手机转静音或关机，我们一起来安静心，预备敬拜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一大早就可以看到大家在我们的殿中，然后我们准备预备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歌颂，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一首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的歌，可是大家可以一边听，或者是看歌词，或跟着唱。那我们也可以为着就是在战争当中那些失丧的心灵，或者是害怕的心灵，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心得到安息来祷告。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虽我眼还未看见，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面前，你能挪一头进海里，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哦，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息。哦，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息，奉你名，奉你名，风浪平静。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
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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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的安息，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哦，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哦，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风浪平静。哦，奉你名，风浪平静，奉你名，奉你名，风浪平静。是的，是我们把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纷争、所有战争都交在你手上。我们知道你才是掌管这地的神，奉你的名，这些风浪都会得到平静。求你安慰那些在战争当中受伤的心，求你也保守他们的平安。感谢你。我们唱下一首诗歌。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得动摇。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得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你，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为你是真神，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是的，主，你是那位真神活神，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求你掌权这世上的一切，不管是战争，不管是疾病，我们将一切都摆在你面前。主，求你在当中掌权，在当中给予平安，给予更多的恩典。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也全部摆上。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将感谢祷告乃是奉主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5章13到20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护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
是从亘古到永。我是你高中老师。我请蔡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清晨很多人还在睡梦中，但是我们的心已经热切到你的面前。我们到你的圣殿里面来，渴慕跟你同在。主，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侍奉，在你面前一切的分享，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主耶稣的名求，阿们。3年要开始，我们解禁了，所以容许我把口罩先脱下来。但是就讲到的时候你们还是要戴着。我是你高中的老师，这句话大家熟不熟？对不起，我用麦克风，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别人用。我想知道这句话的人，就一定是有年纪的人。年轻人一定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当初一个广告。人君，你看过没有？没有嘛？你们看过没有？没有嘛？看过的人大概也不敢举手，因为看过的人年纪跟我差不多。那是一个欧蕾的广告。突然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哎，你是我高中的老师。”说错了，我是你高中的同学。我们都希望那种长久的生命，我们希望它永存不老。我们说卖了10碗的蛋仔面再怎么赚都不比那个卖1瓶的化妆水。我们情愿把它涂得满满的，要花了很多钱呢。化妆水是很贵的，那蛋仔面1碗才50块钱，化妆水1瓶可能要500块钱。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青春永驻，我们希望生命能够长久。所以我是你高中的老师，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一句名言。对各位的年轻人来讲说，已经没有印象了。有空你们上 YouTube 里面去看一下那个故事。当时在那个电视上在播放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惊讶，觉得好可爱，好好玩。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敬拜团带我们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心里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们说靠主而喜乐，可是想到乌克兰，或想到那些人民，昨天说要开一个人道走廊，让他们这些难民能够通过，这么一开，炮弹又下来。当初纳粹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爱因斯坦讲一句话：静默就是最大的杀手。当我们静默不语，是助长暴政者的肆虐。我们为乌克兰祷告，我们有没有真正为他祷告？我每次看到我们家那2只小猴子，我在想，我这一代已经过了，那我的下一代呢？我的再下一代呢？他们会不会遇到战争的战乱？世界和平什么时候到来？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在末日到来之前，还是有很多的大战，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会觉得那个不可思议耶！我们有看到一个俄罗斯士兵要另外一个士兵要枪杀平民的时候，他去护着他说不要杀他，结果2个一起打死。人怎么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战争使人疯狂。我们再看到，那是一个无偿提琴手的一个村庄。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正为快结婚的时候，我想如果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唱那个《Summer Sunset》。犹太人的历史上，上帝的选民，他们的总统泽连斯基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相信上帝，他们相信永生，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不逃跑，他就跟国家一起作战，因为他要的是一个为战争而勇的和平。刚才读了圣经告诉我们永生，永生。我们这个礼拜一直在探讨永生。那我们如果解经家可以跟你讲很多永生重生复活得救其实是不同的太阳。你永生的人，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有永生，你重生，你会有永生；你有永生，你会得救。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深奥，但是其实没有那么深奥。永生，当然我们在人生的长长的历程之中，我们有看到
我们看到这人生的长长历程之中，这一点我们受到苦难，但是那一点在天堂黄金街，在天堂大家和平相处，在以赛亚书所描述的绵羊跟施暴两个同处，那个时代会不会来？会来。什么时候来？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不是现在哦。现在很多人就说我是肉身基督啊，道成肉身啊，你们来依靠我就好，那是异端呢。那神所非常主耶稣在世的是告诉我们，那是不得到原谅、不得到赦免的。但相对的，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一再用这个图用不同的永生的你有什么气息？你是不是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依靠主耶稣，你有没有生命后？你检视一下自己，你的生命是丰盛的。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余天的受洗。全家人高兴，他的女儿一再的化疗，一再听说70几次的化疗，癌症一直在复发。有的人已经埋怨了，我已经信你了，你怎么没有医治我好？把我医治好。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全家现在开始充满着喜乐，虽然不舍，虽然掉眼泪，但是心中充满着平安。因为他们都依靠主耶稣而得胜了，他们都受洗。依靠主耶稣最大的安慰是让我们得到平安呐。你的生命有丰盛，你的生命有喜乐啊。你们得到了永生，这个永生的生命里面，当你知道你的永生，你是有喜乐，可能短暂有痛苦。我们看到他们跪在冰天雪地里面祷告，我们看到乌克兰在遭受杀害的时候，他们全国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不逃跑。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大外宣，现在整个网络的发达，大外宣、大内宣，整整的，到底资讯是什么样的资讯？可能你不清楚，但是我清楚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战争呢？为了谁呢？为了1、2个人政治家的野心，发动战争。我可以嫉妒你，我可以讨厌你，但是我要毁灭你。你要代替上帝吗？在永生里面，我要有真平安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跟上帝讲：对，我有苦难，但是我依靠上帝，我依靠主耶稣，我可以得到安息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全新的生命，是新造的人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新造的人呢。旧事已过，去年已经过了。我们不是说不思念以前，而是说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旧的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在想，今天，本来要变天了，我看没有下来，等一下可能会变天。我们在想说，很多人昨天晚上打电话机打得很晚，所以年轻人理论上来讲不应该来礼拜，因为打电话机打得很晚，这起得了船吗？我今天来一看到敬拜团员在这边练歌了，他们几点要起床？7点多就要出门呢。可是上帝会加倍祝福你们，会激励你们所做的功啊，因为你们所做的就是与神同在的生命。你们心中有神同在的时候，你不会惧怕，你会不会遇到困难？信基督耶稣的人当然会遇到困难啊，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所掌握的，但是你心中有平安，因为你会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在228年假的时候，我们有7个年轻人，其中5个是世信足球队的，还有1对老情侣跟1个小孩，总共20个人。这对老情侣，我当然要特别跟大家赞扬一下，因为他们肯牺牲时间陪着这些小孩，做什么？做上帝的事工，这跟上帝的生命连结。得到什么好处？得到自己的喜乐，得到跟神同在的喜乐。教会没有跟他们出1毛钱，他们自己去负担，可是他们心中是快乐的。那个时间有没有花时间？如果对他们来讲，如果那一天的时间可以赚好多钱，最起码躺在床上休息不多好。还有1个小孩子，他们甚至抱他去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是与他人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宣教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里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永生永远长存呢？我们要知道，在神的面前里面，我们虽然微不足道，但是每一个人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看他们的活动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惭愧，要我的话，我是办不出来。那么他办了很多的活动，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他们所办的活动都令我很感动。我们以前我在大学时代，我们传教的时候，真的是少少的传教，只是跟你讲上帝多好，上帝多好啊，他们就来。可是我觉得以前还是比较好传教呢。现在资讯太发达了，那个手机的什么资讯一大堆了，反而传教遇到困难。找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要告诉他耶稣多爱你，我费了多大的劲。但是只要你去做，上帝真的会在你的身上。所以永生有没有三个重点？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要摆脱罪的捆绑，我们要依靠神而赢得智慧。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在讲说，我们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如果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到永生。我们在强调，你怎么去认识神的旨意呢？今天经节告诉我们啊，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就是在跟我们讲，你去就给你们，得就得着，叩门就跟你们开门呐。求有用吗？非常有用。你说，可是他们现在乌克兰在战争，我迫切祷告，怎么还继续在打呢？神有他的旨意耶，神的旨意还没有到。我们也祈求和平呢。我们在台湾，人家说一直在宣导说，那今日的乌克兰，明日的台湾，在恐吓着我们。其实我有主耶稣，我一点都不怕。当然，我不否认，我也担心我的下一代。我看我们家那2只小猴子，每次看着他们快快乐乐在玩，我说如果他们遇到战争怎么办？可是我相信上帝在保护着他们。我相信有一天，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都要去交账，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我们要求啊，我们要迫切的求啊！上帝在适当的时机会给你适当的应许，上帝的应许都是美好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可是上帝有给你一本圣经啊，上帝的每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啊，每一句话都非常的宝贵。当然，你不要把它断章取义，随便取段话出来，就是这是上圣经的话，而是圣经整本的圣经，你把它念过一次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哎呀，神的旨意真的是美好。但心情很痛苦的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是一个活水的泉源。他也讲到，我们要选活水的江河。活水的人生，信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活水，你会觉得心中充满着感谢。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2个人在讨论一些问题，所以我们2个都觉得心中充满着感谢。我们遇到灾难没有？有啊！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心中都有说不出的苦，心中都有灾难，但是主给我们做主，我们心得平安。我们说不必烦恼，上帝为我们做主，我们会得到平安。我们看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大地，那么美好的大地，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其实照着这样运行。怕的是什么？我们去破坏它。COVID-19 就警告着我们，我们已经把大地破坏的差不多了吧，该平息了吧。我没空来了，可是我没空来，我们才发觉到说没有那么的严重。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台湾我们的防疫，我们的防疫真的是不得了诶。那些人被骂笑一笑，还是被骂继续做防疫的工作。他们的防疫其实全世界是唯一的，几乎是唯一的，没有解封，还在清零。纵然现在没有清零，都是几例，这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你看香港一放松，啪，美国都是几百例耶。现在世界各国已经不管你几例的，都是解封，与病毒共存。我们有没有？我们还没有呢。所以我今天还特别去问一下，讲到可以不可以脱口罩？他们说放心啦，可以。但是讲到完要戴上哦，我讲到完就要戴上。但相对的，我们台湾啊，我觉得
我们跟别人比起来，你不觉得你是幸运吗？我们当然不将别人的痛苦牵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乌克兰说：“哎呦，还好我不是乌克兰，我们台湾还没有打仗。”我们要跟他同理心呢，跟他站在一起耶。所以我们的发动在募款的时候，我们经常就立刻响应。我们力量不大，但是最起码我们有做。就像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我们会到各地方去募款。他们觉得说：“你们教会那么缺钱吗？”我不是缺钱，我希望你在建堂的这个事工上，你有份。以后你的福分是大的，我让这个福分给你去分享。如果你们觉得不要，你就拒绝。拒绝我根本不勉强。为什么呢？上帝的殿呢？你奉献的多，感谢主；你奉献的少，感谢主。你说我根本不要，那是中心教会。我是什么教会？我为什么要奉献你们中心教会？拜托，中心教会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有一天我们都走了，当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可能我们都离开了。请你们忘记我们，因为还有下一代。我们是为主而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心。我们看到的乌上提醒手，最后的结果跟今天的乌克兰看起来有点像呢。犹太村被赶离了之后，也被苏联的红军把他们赶离这个地方。看纳粹、德国，上帝的选民，他们遭受多大的苦难。但是说，现在世界上有2个国家，没有人敢惹他，一个是大国叫做美国，一个是小国叫以色列。他们有没有遭受最大的浩劫？人类史上被屠杀最多人的就是犹太人，但是人类史上最团结、最精英，也大家觉得敬佩的民族，也是犹太人。因为在这个生存的空间里面，在永生里面，他们为上帝所做的每一个事工，都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奉主耶稣的名求什么，主耶稣必成就，叫上帝因主耶稣而得到荣耀啊！我们要成为见证，成为荣耀啊！我们要成为荣耀的人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越祷告，我们越知道神的旨意。你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你读经，你祷告，你就知道神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说为什么求都得不着？因为那个不是神喜欢的旨意啊，那是你的旨意，那是魔鬼叫你这样祷告的啊。我们要知道，当神的旨意，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永生啊，永远的盼望。我们永存的生命，那么在人生长长的，我们活的只有这么一点，可长长的永生里面，我们得到神的喜乐，神要得的盼望。第二个，我们有属灵的捆绑啊，甚至告诉我们什么？人若看见弟兄犯了罪，不至于死的罪，就为他祈求啊。我们现在为普丁在祷告，我们一个代祷网在为普丁祷告。普丁这是魔头，你们为他祷告。我们求上帝软化他的心啊！他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掌权这么久了，可以了吧？饶了这些可怜的人民吧！乌克兰的人民，你们看到没有？他们有的肉身去挡那个战车，他们跟他跪下来，甚至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国家打我们？让我们好好的生活，不可以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帮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做祷告？你看到他不对，你就开始苛责他。你看，那个业绩都涨到什么样子了？怎么？蔡崇义是什么？你看报纸今天又在讲蔡崇义的不对，又是蔡崇义多不好。我们就帮我祷告吧。我从来不会讲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样？我只告诉你们说，我是不对的，我是个罪人，帮我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帮我们祷告。我们犯了什么不致死的罪？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有灵的死，有肉体的死。当我们肉体的死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灵是活的。我们舍去老我，我们肉体已经死亡，与耶稣同死了。现在活的是什么？为耶稣而活，为耶稣基督而活。那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有7间的教会。
启示录里面刚开始就告诉我们，这7间的教会里面，比如说，我告诉你们，活的你们纵然是觉得教会很兴盛，你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你们来听到，你们对圣经很熟，但是你的灵已经死掉了。你的灵已经死掉了，灵死掉是比肉体的死掉更可怕，那是活的死人呢。你说你怎么在诅咒我？我没有诅咒你，我希望我们的灵性都是兴盛的。每一个人的灵，我们都是充满着神的喜乐。当那个末日审判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死。你是丢入火湖呢，还是跟神同享在天堂的荣耀？就看你自己呀。你要的是什么？你要是贪图现在暂时的安逸，还是那永生的快乐？神会不会审判？会。人告诉你，肉身基督来了没有？还没有。我很确定告诉各位，还没有。但是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心里要准备好，那是审判的开始。我们有没有准备来到我们的审判？各位，如果念到圣经这个时候，请你们特别小心，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是马太、马可，都告诉我们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可以赦免呐，只要你认罪悔改，都可以赦免呐。主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讲的第一件事情，你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啊！只要你悔改、认罪悔改，都可以得到赦免。唯一一件事情是什么？亵渎圣灵。说，哎呦，那这样我已经受洗了，我又犯罪，我怎么亵渎圣灵？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是对谁讲话？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他们对圣经很懂啊，他们律法是背得很齐全呐，他们还有一个塔木德经书来帮助他们呐。可这些人都知道道理，都很懂，可是心很硬。就是亵渎圣灵，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肉身所成，他不相信圣灵会充满，他只相信那些条文，那些律法的条文。只要相信你的心念，你永远不悔改，所以这是接入圣灵的话，是不能得到赦免的。各位不要讲到今天念到这个圣经以后，就想说啊，那好了。我受洗以后，我又犯罪了啊！既然得到亵渎圣灵不能得到赦免，那我就干脆再去做坏事好了，反正坏到底了嘛。No， 上帝永远在照顾着你们。你们知道这不对的，你们就要认罪悔改，那就得到赦免了。而不是说亵渎圣灵以后就完全得不到赦免。亵渎圣免是指这一些你明明知道而心硬的人，你这些律法师啊，你这些传道者啊，你这些祭司，你这些所谓以前以色列法利赛人跟经学士，这一点我们要靠神来赢得罪恶。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知道上帝从上帝生的必不至于犯罪。你说我是从上帝生的，可是我犯罪啊！各位都不要忘记，我们跟上帝已经阻隔了。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跟上帝我们跟上帝再重新连结。但是有时候你就会脱离上帝的怀抱啊。我们说称为我们是阿爸父神，可是有时候那个阿爸父神是嘴巴在叫，你心里有没有承认阿爸父神？你心里有没有圣灵所充满着？上帝创造天地，灵运行在水面上。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圣经记载的唯一一次圣父、圣子、圣灵同在一起。为什么？上帝出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欢的。圣灵像鸽子一样在耶稣的上面。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圣灵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运作，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3年半的时间在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等我被接纳到天上之后，我会差遣圣灵再来。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在传道的时候都跟我们在一起。当亚当背离圣父之后，圣子再临。圣子来，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出那个西奈沙漠，在西奈沙漠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说圣父跟他们在一起。
但相对的，主耶稣基督降临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工作交给主耶稣基督。等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50天之后，10天的祷告之后，圣灵再次的降临。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等待圣灵的降临。”我们要依靠神呐、我们如果在神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的心是神所依靠我们的。我们的心是上帝的儿子所给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来已经将刚才所讲的20节里面已经将永生赐给我们。我们要扪心自问，永生有没有在你的身上？永生有没有在你的身上？这个电影大家看过没有？游山节考得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坎城影展，也得到日本的奥斯卡金像奖，不是那个美国的奥斯卡，是日本的奥斯卡金像奖。非常的有名，它就是一个村庄，那个非常的穷，所以他们有个传统，只要超过70岁的老人，儿子就要背他到深山里面去，那个老人把他放在那边，让他死掉，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整个种族可以这样慢慢的延伸，慢慢的繁衍，这个种族才不至于灭绝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妈妈，她觉得家里实在太穷了，我的儿子在工作的太辛苦，他是69岁，其实还没有到70岁，他就故意去撞石头，把他的牙齿弄掉，然后跟儿子讲说：“反正我也没办法吃饭的，你就背我上去山上吧，把我丢在那边，这样的话你就不必照顾我，你可以好好再去做你的工作。”我说：“妈妈不要啦，你还没70岁，给我再奉养你1年吧。”妈妈说：“不必的啦。”69岁，因为我们村里有一个传统，70岁是一定要背到山上去。可是如果70岁之前身体不好的，也是要背到山上去等死，不要浪费人家的粮食。这就背啊，儿子就背。一边哭，妈妈真的要这样？妈妈说没关系，他妈妈反而很高兴哎。儿子背着他，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跟你那么亲近。”儿子一边背着妈妈，两个人一边谈天。从小时候怎么玩耍你哭倒的，妈妈怎么帮你擦眼泪？妈妈用什么东西给你吃你对妈妈怎么样？你长大，你去山上砍柴，你换东西给妈妈吃，两个一边聊天一边谈，越来越近。因为在那个深山的那个山谷里面，有很多老人已经在那边等死，有的已经死掉了。当然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可这就是人类的延续。另外一个角度，那是永生的延续呀。对他妈妈来讲，那是永生的延续。现在儿子背着他，妈妈一边走一边安慰的儿子：“你不要难过，你不要伤心。”走到快到的时候，儿子突然发现说：“妈妈，你在丢什么东西呀？我怎么看到你一直丢？”他说：“因为你有做一个彩色的纸，这是你的东西。我走了一段路，我就把它丢着。说妈妈，你是不是还是很想家？如果你要想家回来的话，我们就不要插上去，我就背你回来。”妈说：“傻孩子啊，不是为我啦，我是怕你认不得路啊。你背我去受死，我怕你认不得路，所以我撒这些东西。以后如果你找不到路，你就可以找这个路回来。我是怕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怕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从亘古到永远，他跟我们在一起。从亘古到永远，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吗？上帝圣经里面告诉你，每一个只要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找到回家的路。你要不要回来上帝的怀抱呢？从亘古到永远，上帝与你同在。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诗。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从千到万代，不能动摇。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你永生的盼望之中，我们找到主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跟你连接在一起。纵然我们有患难，但是照你我们得着平安。在永生的盼望里面，主你跟我们同在。求主你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充满着主你的爱，让我们心中从亘古到永远，我们永远跟神灵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新圣诗》303首。请坐。我们先来一同念我们今天的金句2次，请。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一书5章20节。那我们请下周有预备圣子轮的同工，我们一起预备心。消息报告：今天下午2点到4点的时候，在台北和平篮球馆举行马街博士来台宣教的联合庆典礼拜。请已报名的会友我们一同前往参加。在3月13下周主日，我们夫妇团契有请姚长老为我们见证分享，我们也请兄弟姐妹一同来参与。
那我们一同起立来代祷，我们为着乌俄两国能够尽快的恢复和平，那我们也为着普丁祷告，我们也为着乌克兰的人民祷告。那我们也特别为欧孙淑嫣、欧兰婷、林静慧、欧任祥、欧任君，还有陈胜良、林慧玲、陈新成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和工作祷告。那我们也特别为了欧任祥跟陈新成他们在国外的一切的平安跟身体健康，还有信仰祷告。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特别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他们之间的战争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乌克兰那些平民，那些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很小的小孩在战争中，他们就很不幸的就丧命了。主啊，我们真的是看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主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持续的为他们的来祷告。主啊，就求主你是给乌克兰他们有信心和平安的心，让他们能够更认识上帝有从主你而来的爱，让他们能够不要惧怕。父啊，我们也求主你也能够软化普丁的心，让他的心不再僵硬，不再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野心。主啊，我们就将这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我们就将这一切交在主你手中。主啊，也透过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你是赐给我们永生的上帝。主啊，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主你里面得着平安，得着安息。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主你的爱，让我们成为主你传福音的管道，传主你的爱的管道，因为我们能够将主你的爱传扬出去给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祷告，阿们。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来唱颂龙诗歌新圣诗392首。唱完，我们请蔡长老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下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阿
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永远的照顾保守，圣灵的安慰扶持帮助，照顾我们这一生，那永生的盼望存在我们的心里，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做默祷。我们一起向左右的弟兄姐妹行平安礼。